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睇香港樹仁大學工商管理學系嘅介紹短片。喺呢條短片入邊，我會同大家介紹3個我哋工商管理學系提供嘅學士課程。呢3個學士課程包括工商管理學榮譽學士、工商管理學榮譽學士數碼市場學，同埋工商管理學榮譽學士人力資源管理與應用心理學。咁第一個要介紹嘅就係工商管理學榮譽學士，佢嘅主要特色就係綜合同靈活。咁點解咁講呢？因為同學喺修讀呢個 BBA 課程嘅時候，除咗有各式各樣關於工商管理最新嘅課程之外，亦都會有機會去到公司實習，所以佢係理論同實踐並重㗎。另外，同學亦都可以因應自己嘅興趣，有5個唔同專業嘅範疇，係佢哋可以自己選擇嘅。咁呢5大專業範疇包括人力資源管理、市場學、數碼創業、金融服務與規劃同埋企業治理。如果同學對於某一個專業範疇特別有興趣嘅話，佢哋可以修讀呢個課程期間去報讀適合佢哋嘅專業範疇。而每一個專業範疇都會包括一啲為佢哋度身訂造嘅科目去修讀㗎。而且呢個 BBA 課程亦都得到好多專業機構嘅認可，譬如話有以下咁多間機構啦，部分仲提供佢哋自己嘅科目考試豁免添。而我哋畢業嘅同學嘅就業同埋升學前景亦都非常之廣闊㗎，譬如有啲同學會從事市場行銷、商業行政與管理同埋其他各行各業嘅路線。而且有興趣深造嘅同學，亦都可以報讀本港同埋海外嘅碩士課程，包括我哋自己學系開辦嘅市場學及消費者心理學理學碩士課程。好啦，咁第二個課程我要為大家介紹嘅就係工商管理學榮譽學士數碼市場學。咁呢個課程除咗會了解商業運作之外，亦都會學習一啲數碼市場同埋網上行銷嘅技巧，亦都同時會包括一啲多媒體嘅應用㗎。就例如以下呢啲科目：數碼市場及網上行銷嘅科目包括人工智能商業應用、數碼遊戲行銷、物聯網同埋市場資料分析等等。另外，亦都會包括一啲多媒體應用嘅課程，包括視覺分析與設計、虛擬實境與擴展實境應用開發等等，就好似我哋見到左手邊呢啲課程咁樣。同時，呢個課程亦都得到專業機構嘅認可。另外，我哋畢業嘅同學嘅就業同埋升學前景亦都非常之廣闊。同學唔單止可以喺數碼行銷行業入邊發揮所長，亦都可以開創個人嘅數碼企業，又或者從事網上推廣顧問工作。另外，有志深造嘅同學，亦都可以喺本港或者海外進修碩士課程。好啦，最後一個為大家介紹嘅課程就係工商管理學榮譽學士人力資源管理與應用心理學。咁呢個課程嘅科目會涵括4大元素，包括商業實務、人力資源管理、心理學同埋跨學科嘅科目。就例如以下呢啲科目：心理學包括心理學入門、性格與個人差異、社會心理學。另外，人力資源管理會包括人力資源管理原理、人才管理及發展等等。另外，亦都會有一啲跨學科嘅科目，包括員工福祉、人力資源領域心理評估。同時，
同學亦都會有機會去到唔同嘅企業進行實習㗎，而呢個課程亦都受到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嘅專業認可。另外，畢業嘅同學亦都可以根據自己嘅興趣向唔同嘅方向去發展㗎，例如從事人力資源開發同管理相關嘅工作等等。好啦，我已經同大家介紹咗我哋學系嘅3個學士課程，而家等我介紹一下我哋工商管理學系提供咗乜嘢重要嘅元素俾我哋學生，例如實習計劃、師友計劃、校園大使計劃、雙學週、雙學交流團、機構考察、創業同埋其他商業比賽。同學可以根據自己嘅興趣去參加其中嘅項目。如果同學到目前為止對於我哋3個工商管理學士課程感到興趣，但係又唔知道選擇邊一個嘅話呢，我哋亦都會有一啲建議俾大家嘅。例如，如果自己未有一啲明確嘅興趣或者專注領域嘅話，大家可以考慮我哋嘅工商管理學榮譽學士課程，因為喺大學呢4年嘅學習生涯入邊，呢個課程會幫大家探索同埋學習多個商業嘅領域嘅知識同埋技能，整體嚟講會變得更加靈活。另外，如果你已經有一啲明確興趣嘅話，例如你係對於市場學或者人力資源管理係特別有興趣嘅話，你可以考慮報讀我哋嘅工商管理學榮譽學士數碼市場學或者人力資源管理與應用心理學。呢啲課程會幫助大家進行更加聚焦嘅商業領域發展㗎。另外，我哋嘅同學亦都會根據自己興趣同埋能力去參加各類型嘅比賽，例如商業案例比賽、企業管治論文及演講比賽、市場推廣比賽。另外，亦有一啲同學亦都會參加由內地同埋大灣區舉辦嘅比賽㗎。另外，亦都會參加一啲點樣利用最新嘅科技去進行一啲商業創業，同埋佢哋會去到世界各地參加唔同嘅商業比賽㗎。好啦，除咗讀書學習之外，同學亦都會參加唔同類型嘅學生活動，就例如社團活動、體育及文化活動、志願服務、學術研討會等等，真係包羅萬有㗎。另外，同學亦都會關心一啲海外交流嘅機會。其實我哋大學亦都會提供呢啲機會俾我哋嘅同學。另外，亦都會設有一啲獎學金㗎。好啦，到最後，如果大家對於申請上有問題嘅話，可以通過我哋嘅電郵 admit@hksyu.edu 去聯絡我哋大學招生處查詢。如果大家對於我哋3個工商管理學系嘅課程仍然有問題嘅話，可以通過以下嘅電郵去聯絡我哋去查詢嘅 ba@hksyu.edu。好啦，希望呢個短片可以能夠令到大家更加認識我哋3個 BBA 嘅課程。多謝你哋大家嘅收睇，希望可以好快喺我哋嘅校園同埋個課程入邊見到大家啦。拜拜。